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14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大学这几天相继发生3件学生行底路的案件，今日暗时学生会举办就光暗会，希望让学园更加温暖。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未来学校的营养午餐拢爱使用国产的食材，有照做的特顿会使加2.5块的奖励金。法国封城2礼拜，疫情有卡累，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选后头摆发表谈话，肯定美国伫咧研发疫苗的进度。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增加3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有印尼籍的、克罗埃西亚籍的，也有一个对菲律宾回来的台湾人。但这个对菲律宾回来的，伊是靠新型的试剂，才去互验出来有去喂到新型冠状病毒。那疫情对去年爆发到大，台湾确诊的人数已经来到600个人。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讲，后礼拜就会公告秋冬版本的防疫措施，提醒乡亲。最暗就爱挂号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则是公布新增加3名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分别是来台湾工作的印尼籍女性加克罗埃西亚籍男性。案例599是40多岁本国籍女性，2月时阵到菲律宾探亲，10月底返来台湾无症状，11月11采检是阴性。不过为着小心，加上实验室引进新的采验试剂，可检验发现是阳性确诊。检验阴性，那第2天一早又变阳性哈，所以它要大概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哦。那就是搭车的要返家的途中接获这个阳性通知啊。那高铁部分，它隔壁没人坐哦，那他也全程戴口罩哦。案例599是第一坐高铁时阵互通知确诊，台湾高铁讲已经对列车进行消毒，有接触的站务人员甲列车组员也自主健康管理14天。到即阵为止，国内总计确诊病例来到600例，本土病例维持在55例。对秋冬后全球疫情上升，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台湾一定要小心面对。下礼拜也公布秋冬专案，亲自场所的经济挂水安。我可以跟大家讲了哈，就很单纯的想法，就可以带的地方。我们本来是建议带，我们现在是说一定要带了。那你无食无拢带大。20是伫大甲河滨公园登场的超世代音乐节，邀请多位外国电音 DJ 来台湾表演，和民众检举多名表演者伫台湾伫自检疫期间，真侪人伫室内斗阵食饭练习，甚至是上传影片。经过台北市卫生局警方调查，表演者因为无遵守一人一室的规定，每人罚代票1万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水情，昨昏石门水库因为有落雨，脱水量来到49%。不过个苗栗往南因为雨水较欠，而且台中的德基水库的水情也算是真咸。中部的民生用水因为有桃园、新竹、苗栗拢停止引产，即马这水拍算会使冻到年底。来到日月潭石湾步道的入口已经封闭起来，未少民众看袂到日月潭的招牌景点，直讲真失望。现在那边有点太干了一点，也许这个时间来整理是刚刚好的。角质都看到的话，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水。水情无讲介好，日月潭的石湾嘛全部拢走出来。日管处把握时机，将步道甲观景台来进行整修，预算明年4月再重新来开放。原则是从11月9号到明年的4月这边希望届时开放之后能够提供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赏景。虽然会使好好来征收周边的步道，不过水位指标的石湾整个走出来，嘛显示水情无乐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这几天虽然受到东北季风以及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落雨大部分集中伫北北基甲宜兰这边。而除了石门水库的集水区，13号累积了19公里的雨量，总蓄水量来到49%。不过苗栗宜兰还是无明显的成长。新竹、苗栗，还有台中黄灯的区域，还有18号即将也转为黄灯的嘉义、台南地区，这些地区的水情仍然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善。水利署表示，虽然台中地区13号嘛有落雨，不过参就是德基水库或者是苗栗的李溪潭水库，还是维持无到5成的蓄水量。虽然目前土地苗天管，民生用水预算到年底无问题，不过受到内界甲台南地区最近就要转做黄灯，民众还是来节约用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来看不幸的消息，台湾大学这几天相继发生3件学生囡仔想袂开转行底路的代志。台大校长关仲敏讲，学校即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会加强辅导学生。学生会会伫咧今日暗时10点举办照光暗会，希望互校园加搁较侪温暖。几下宿会怀念的伫台大学生自发伫宿舍大楼外发起活动，悼念选择结束家己生命的同学。因为这样的氛围可能会持续下去，那如果也可以有一些就是比较温暖的活动，可能还是会有点帮助。就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有压力这样子。面对下来连续3件自伤事件，学生会拜六暗10点也发起烛光暗会。社会系成立护听团，18位老师进驻社区院系馆，欢迎学生来帮心事。台大校长关仲敏讲，鼓励各系院用各种的方式提供支持，避免威胁效应。台大学生交流帮暂时禁止讨论后来自杀事件。我们希望一定要有专业的心理人员在那边，就是让大家可以变成是表达意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注意的时候，它也可能成为情绪感染的来源。那这中间常常就会形成我们担心的韦特效应。先安定学生的情绪，尤其是发生危害代志系数的集体创伤治疗。关仲敏强调，后礼拜将邀请相关师生探讨结构性问题。教育部长潘文忠半暝也伫面册发文，呼吁大家平常时较家暴的主动关心。我想这部分只要我们都发挥一些鸡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法，我想都可能在一个偶然当中就能够拉住一个可能会离开我们的一个朋友。教育部统计，学生自我伤害事件106年度1588件，107年度增加到2686件，平均每10万人都有63件。高分析，自伤高峰期是开学了后期中考甲段考，保证大学当时期中考。台大个连续发生危险的代志，各大学拢真谨慎强化高危险群学生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前一阵咱的飞行员朱冠明因为飞 F5战机不幸殉职，即马空军是开始全面检查 F5战机对引擎、加油系统到逃命的机制，拢进入检查。即马全台湾也有咧飞，有45架，拢已经检查煞。今日空军是特别伫咧台东的基地重新起飞这架 F5战机，希望会使稳定民心。就是早起8点50分完成特检的 F5战机，伫空军台东基地展开收飞，战机顺利升空完成预定任务，落地初等停机坪，座舱跨拍开，坐伫后座的乘客对着镜头翘起大步往，伊是空军司令任浩基。F5战机进前失事造成飞行员朱冠明殉职，空军随对所有 F5战机全面特检。空军前副司令周延定表示，司令当在这是要甲民众讲 F5战机代替试任，也会当稳定军心。品管的要求的程度要以飞机的年龄成正比，因为它年纪越大，可靠度一定降低。你一直不断的翻修，它虽然没有超限，但是你要一装上去之后，还要飞行200小时到400小时才进场。那这个200小时到400小时会有很多风险隐藏在里面。空军台东基地官兵部分人员全力投入特检工作，执行发动机系统、导向系统、燃油系统等各项检查。经过机电测试甲跑道试取，才达成起飞任务。对此，张延定表示，虽然国内这场无名影响，也毋过袂当否认这个机型老旧，也面临消息性相关问题，所以后勤为何袂当疏忽？已经完成所有F5型机的特检。然后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试定是飞第一架次。目前获下的 F5战机也有45架，分2批检查。空军强调，所有 F5已经完成特检，空勤人员也强化相关学科、术科、模拟型的训练，后手会展开 F5的飞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囡仔食食方面的安全，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是出席学校的营养午餐，讲未来这午餐就要全面使用国产的食材。这个选时机式呢，伊伫咧顶头有讲到，伊未来呢会教学校全面使用国产的食材，学校就会使向政府请奖励金，每一个学生逐顿的菜钱就会使对3块半增加到6块，加2块半的补助。
为了照顾高中小学生饮食健康，会当食到优质安全的国产农产品，行政院以食安顾款政策，提升学校午餐食材生产管理甲安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将协助食材供应业者处理3张1Q的食材，让每年的学校午餐全面采用国产食材。产销履历增加1.5块，有机增加4块。这个无非就是要让辛苦农民做产销履历跟有机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让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来享用。院长已经有宣布，明年开始所有的学校午餐的学童每人3.5块变6块，所以预算就会由12亿增加到20亿。教育部是透过修订高中以下各级学校约定便当采购契约范本，让学校会当直接甲团膳业者修改契约。透过这个采购契约范本的修订啊，让各县市跟学校可以依照订约的学校啊，依照这个范本第16条的规定，可以办理契约变更或以附约的方式。行政院长苏贞昌听报告了后强调，有3张1Q的保障，希望家长对学校午餐食材来源有信心。台湾产销履历的农产品，台湾的优良农产品。台湾的有机农产品，一个 QR code， 所以3张1Q。我用契约，用经费补助3块半调整到6块，几乎100%了。苏贞昌表示，政府用实实在在的态度监督，相关部会也将会继续推动，每户学生会当食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列出来的牛肉面事件风波。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代志爆发这2天，就已经会失礼会4摆。伊讲这件代志确实有影无做好，也检讨会改进。那前总统马英九是批评讲，简单会失礼也无够，发言人无查证，话就撒咧乱讲，实在真不应该。永春高中校庆，前总统马英九亲身到现场，佮讲几个发文，现场破坏声不断。但最近美国内地进口的争议也袂煞，美国来牛的争议搁再扩大。外界利益，行政院希望用牛来救猪。对行政院发言人丁仪明牛肉面事件事件风波，马英九批评会失礼也无够。苏贞昌因为这个牛肉面的事情呢，有人说是他是为了拉你下水才打这个议题。我不晓得他的用意是什么。那你怎么看丁仪明的失言？他应该道歉啊。可能道歉还不够，发言人这样讲话是非常不应该的。各有网友表示，也未经过查证，行政院发言人搁伫记者会讲，店家使用来牛散布假新闻，向内政部长的信箱检举，要求依照社会法来裁定，搁注明卖假案。台北市长郭文泰是好奇，哪会惹出争议？我觉得很奇怪，苏贞昌是很对部下很严苛的人哦，那为什么这一次这说什么就放过他了？真奇怪。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不是，这不太像苏贞昌的为人呢。虽然第一时间丁仪明向店家回失礼，犹原无法度平息争议，连党内的立委嘛有不满的声音。到嘉义出席活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为此再度回失礼，坦白讲做了无够好，会检讨改进。我们很对不起，我们做得不够好。那作为政府，作为公众人物啊，我们接受立委的指教啊，我们也接受各界的检视。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细心检讨，赶快改正。2天4届回失礼，佮强调会检讨，谦卑接受。苏贞昌要展现勇敢改进的高度诚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已经伫咧这个月13结束啊。台湾因为无收到邀请函，无法度参加。不过美国、日本也有咱的友邦，计共16个国家，拢有伫咧会议顶替咱出声。外交部就讲，这显示台湾受到国际支持的程度是个创下新高。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伫咧会议顶讲到，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即嘛随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WHO 世界卫生大会初9复会原本有定要进行到14，不过会议进行顺利，提前伫13落幕。这摆台湾依然无受邀请参加，不过有包含美国、日本甲友邦16国，用书面也是发言方式表达支持台湾，肯定台湾防疫，也让台湾用斗3天的呼声更加大。外交部对国际支持咱方参加 WHO 的声音更加多，也表达诚挚感谢。
外交部对于未来推案表示乐观，将协同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继续争取观察员身份参与明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坚守专业中立，摒除不当的政治干预。对台湾被排除在 WHO 以外，美国批评北京分明是要互政治超越公共卫生。国务卿蓬佩奥更加多摆发言支持台湾。蓬佩奥12日接受访问时，更加表明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明显违背过去美国一中政策，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批评蓬佩奥是真歹心，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我们正告蓬佩奥之流，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也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蓬佩奥讲话在中国引发真大反应，各大版也回击蓬佩奥是错误言论，更加批评民进党当局挖苦美国想要独立无出路，只是摕石头来讲家己卡。不过总统府甲外交部拢讲，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现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先来看美国。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到达 ，Trump 是伫咧13头摆出面公开发表谈话，不如佢讲的谈话内容一句话含这选举内容拢无关系。伊是俄罗美国现在研发疫苗的进度真紧，强调上紧明年4月份，美国的民众就拢做会到有风险。美国总统川普13出现在北京玫瑰花园，强调美国疫苗计划比传统研发速度加紧5倍，明年4月全美民众就使注射到新冠疫苗。不过纽约州州长古默8日摆讲，川普政府的疫苗有缺失，所以讲到时阵纽约州未分配到联邦政府疫苗。As soon as April, the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 entire general popula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places like New York State, where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governor decided to say, and I don't think it's good politically. I think it's very bad from a health standpoint. 不过古默随后经由媒体讲，即要川普分配疫苗予纽约州，伊一定会马上分发袂用误。另外一方面，美国13新增加确诊184000例，搁再创下新冠纪录。李华盛顿邮报指出，即阵有130名美国特勤局人员确诊新冠病毒，也是甲确诊者接触，正伫进行隔离。疑似甲进前川普的造势大会有关系。而川普13是表示，伊的政府绝对袂实施全国封城，不过话中敢有另外意思。Hopefully, the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who knows which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 guess time will tell. But I can tell you,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go to a lockdown. There won't be necessity. 川普13伫北京出现，被发现原来的金头毛敢若变做白头毛。川普13继续发出推文，认为大选充满弊端，更加表示负责美国大选的杜美安投票机删除伊270万张的选票，不过该公司出面否认。最近主流媒体13认为拜登摕下乔治亚州，川普是伫北卡州来胜利。总选举人的票数是306对着232，不过乔治亚州2个人的差距相接近。13开始连港验票停输，乔治亚州街道上出现抗议选举结果的支持川普民众，华府13也出现支持川普的游行，拄着反川普阵营，双方人马是互相叫骂。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320万人，超过130万人过身。现此是欧洲第2波疫情，也搁伫咧拖。意大利伫咧13高一日确诊的就超过4万人，是搁再创下新高。那法国伫咧封城2礼拜后，确诊的也搁住院的人，即马有较减少看。意大利卫生当局13宣布，迄天内底一天的新冠病毒确诊数达到40902例，搁再创下一天内底上最情形，总确诊数超过110万例。另外新增加550人死亡，总数也超过44000人。意大利的北部伦巴第大区，今年2月底出现头一层新冠确诊病例，即阵过8个月计，当地病院阁面临第2波疫情，真侪病人，而医疗人员心情也真无共款。La vera differenza è che nella prima ondata avevamo la possibilità o la speranza di poter contenere un focolaio che forse non si sarebbe diffuso e quindi la motivazione era molto alta da parte di tutti.
意大利坎帕尼亚托斯卡尼大区13夜进入红色警戒范围。当局表示，未来2-3礼拜就决定是不是要进入第2摆的全国封城。原本疫情相对严重的法国，在全国封城了后进入第2礼拜，确诊加转移人数已经有较低情形。医疗人员的心态在经过2波疫情冲击了后，也慢慢成长。La première vague, on était un peu dans l'inconnu comme tout le monde, donc automatiquement on faisait nos gestes machinalement. Maintenant, on est beaucoup plus posé, on prend plus le temps de faire nos gestes. 而葡萄牙政府13宣布，对16开始会扩大宵禁实施范围，全国2/3地区拢会执行更加严格限制令。而4大疫情依然是无法度例外。当局初7宣布全国封城了后，13个再宣布实施每暗9点到第2天透早5点的宵禁。总理表示，一旦4大摕到新冠疫苗，就会让全国民众免费去注射。而德国13新增加23542例确诊，创下疫情以来上最情形，也让部分封城的做法想要提早来解禁无希望。乌克兰伫总统甲首都基辅市长确诊了后，13超过11000例确诊，也创下上最例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转来国内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年因为疫情球季延后比赛，统一赛拄开始的表现并无受到侪人的期待。不过落尾是拼赢，总算摕到队内第10座的总冠军。那今日统一赛是伫咧台南游街，感谢球迷一路相挺，要含因做伙来分享这份等了7年搁再得顶的光彩。翕相手看支持球员身影，统一赛球迷组织台南棒球场外，准备甲对职员迎接第1摆凤凰游行。这个期待是期待我们今年从一路打到总冠军的一些心理路程，那分享给在台南市的市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台南这座城市，我们7年没拿到总冠军了。球员甲教练团坐2台台南商店观光巴士顶站，用西雅旗甲双手甲路上民众拍招呼。这样不断的支持我们，那也谢谢你们，那也支持到我们最后拿下这个总冠军，这个荣耀是献给大家的。沿路民众热情欢迎，不时放炮啊甲烟火，也有球迷骑机车也是自行车一路地，看甲选手是欢喜搁欢乐。当球员知影无法度到场的球迷，会当伫粉丝团直播参与的时阵，也以台南在地球队的身份推销观光。我比较喜欢去奇美博物馆，牛肉汤什么都有，什么都好吃。保守林友乐讲，感觉即摆少年人无啥看棒球，即摆游行希望会当互更较侪台南少年人知影，统一赛是在地球队，了后慢慢啊进入球场，当作享受棒球时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德市最近有一个社区有倒一个讲会当自动回收喷的智慧型系统，这喷若甲倒落了后，随着杠杆会冷藏，安尼就片无臭味啊。摇卡插入开关起落去，自动门随开，甲喷水直接倒落去，喷水连面降温冷藏，佮加上除臭技术，互喷水袂佮传出臭腥味，而且回收机伫要甜的时阵。各通自动通知回收业者来清温。主要整个在我们回收室的环境啊，就是真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比较没有味道。它不会让自己的一些手啊各方面去沾连到这个厨余啊，所以这个是在使用端的这个便利性。那我们在做回收端来说，我们也可以透过云端知道。它的那个量到底已经到多少？那我们什么时候来回收它？目前系统搁在示范阶段，免收钱，未来可能引进使用者出钱的概念，收一寡费用。社区居民大部分会当接受，不过某人烦恼用悠游卡，对时代来讲可能较困难。以前啊，倒厨余啊都不用钱啊，现在要钱的话，如果说是费用少许，我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它变得很干净又没有味道。那老人家80多户，老人家来擦，来倒厨余、倒垃圾，他怎么会擦？行一抓社区资源回收区，会当看到随砍挂清气，不过喷筒加减有一寡臭腥味走出来。期盼未来透过智慧喷水回收机有效解决问题，嘛当达成喷水源头减量的目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明仔载天气如何？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在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在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再来，在金门、平阳、马祖18度到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